各位兄姐，大家平安，请咱即时闭目心，三角来敬拜上帝。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互伊的面照光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罗你，愿列邦拢学罗你。咱来吟诗，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大家进前归主免惊。地上万类当心服侍，上帝独一应该敬拜。全地服侍，尽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请咱起立来吟圣诗第4首。
咱三甲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个别咱的信仰。伫个信息的头前第15页，愿阮信上帝创造公平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耶稣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名对圣是高开，对十手满里啊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更是会死过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和好。伊的神就是圣神，点亮咱的中间，赏赐快乐，互咱对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命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无解的使者，是普世的高敬神伫本地，任用所有的主民，通过疼甲受苦来成做永恒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热心的生活来献光上帝。阮信上帝予人有尊严、才能甲风度，才有阮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义三甲管理世界。对咱呢，人有社会政治甲政治制度，也有文艺科学，甲有追求真诚的心。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文书，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我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人对罪恶中得到讨伐，不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你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请坐。下面咱三甲要来启应文第6篇。启应文第6是伫个圣经的后壁1005页，1005页，也就是诗篇的第16篇。咱选着三甲来启应。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地上的信徒实在真尊贵。咱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迄块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嘛毋敬拜因的神明。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保守我应得的份业。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称赞驾驶我的上主。你是我的神指点我。我不受感受上主的同在。你伫我正边，我袂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我的肉体嘛安然自在。因为你袂甲我放煞伫阴间。嘛袂互你叫受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你的名令我永远的快乐。下面咱三甲来压头祈祷。慈悲怜悯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感谢你的带领，
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听叹你的教示。上主啊，你有大能力，你成真奇事，你创造天甲地，有你无做不到、袂做不到的代志。阮要学罗你，阮要感谢你，每一工为着大大细细的代志来感谢你。求你看顾阮，阮虽然犯错，求你时时提醒阮、赦免阮，跟对你的脚步好好来行。拄着苦难也是恶担当的代志，求你赐阮勇气，信心无动摇，互阮有一粒感谢的心来感谢你赏赐台湾即块好土地，互阮会当安居乐业、自由自在的生活。世界的战事频传，毋是人会使来控制的，一切的改变拢在伫上帝你的掌权中。求你保护咱台湾。好山好水好光景，求你赐福台湾民主自由，互平安甲公义永存。今日是月神纪念主日，也求你甲今日的讲员陈牧师同在，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利益。也求你甲今日袂当来教会敬拜你的兄弟同在，有主看顾，平安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来学录，因今日要唱的歌，要吟的诗是我所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真感谢圣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下面咱来恭受上帝的话。咱今日所读的圣经是伫路加福音第14章34节到35节。路加福音
14章34、19、35页，和合本是104页，汉语本是88页，现代中文版是123页。干盐是好，盐若煞失味，哪有啥物互倒伊的味？要用啥物互倒伊的味？也袂落伫远的，也袂做肥咧，只有迄伫外面。有耳孔通听的，着听。我阁来读一摆。干盐是好，盐若煞失味，要用啥物互倒伊的味？也袂落伫远咧，也袂做肥咧，只有迄伫外面。有耳孔通听的，着听。咱今仔日上帝要通过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是失味的盐，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龙山爱我来伫咱中间，对咱来报告即个学校得救的情形，从这事实上安怎咧生活，以及因面临一寡灾害所造有的即种艰苦，要互咱通知影，也会当安尼来甲因三甲同心，来为着兴起上帝的圣国，咱来做来努力。所以，咱先来看这底片。有他同在，清脆的声音，常常
咱若看了还无清楚吼，伫咱的收报上头尾也有迄即个报告即个所在，所以咱若看了，也是讲看到也啥物感动，咱照上帝感动的，咱来支持。其实我去到逐间教会，拄着新学年纪念日，我拢真鼓励讲吼，咱要会当，互上帝伊即个教士片团伫咱整个台湾所在，咱做袂到的时阵，咱只有会当通过祈祷，通过有着因来奉献，通甲因三个同工来做成上帝所交代的任务。所以，你若今日无走进来，无要紧，后礼拜咱们能继续。从你转去看了后，感觉讲，哦，对我有迄种一个安尼感动，真希望会当甲因同工，咱嘛当，搁伫后礼拜搁摕来奉献嘛是会使。好，多谢，我就讲到遮。拄则咱所读的即个经文，伫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拢有记载，伊嘛被记载伫耶稣基督迄个登山宝训的内面。耶稣甲学生甲伊譬如做盐，伊对学生讲：“恁是地上的盐。”咱拢知影，耶稣甲伊学生譬如做盐，伊对学生讲：“恁是地上的盐。”咱嘛知影，信徒就是耶稣所讲的伫地上的盐。今仔日咱就共同来思想短短2节的经文，来三甲思考伊的意思，嘛做伙来领受主耶稣宝贵的教示，好像时代的背景。但是咱爱了解耶稣迄个时代因的风俗习惯，甲因的生活情况。咱今日所咧使用的盐，甲耶稣迄个时代以及迄个地区的人所使用的盐无共款。今仔日咱所使用的盐，咱称伊做海盐，也就是讲利用海水来甲伊制作完成的盐。因为咱知影伫个海水内面含有迄个盐的成分。人对迄个海水甲伊摕出来，摕出迄个盐分，甲伊加工，经过太阳甲伊晒了后，互伊打，就做成即个盐。耶稣迄个时代因所使用的盐，被称作盐盐、盐盐，就是石头。因当时所使用即种盐，是一粒伫迄个外面附有种盐分的石头，也就是伫一粒石头的顶面附有一层迄个盐的成分。这石头毋是足大粒的，伊的大小差不多是咱的即个拳头拇大安尼。通常咱伫家庭即个煮夫因咧煮食的时阵，因真容易对灶骹下一个放盐的甕将底就摕出来，伫遐甲散落去伫迄个菜的顶面，安尼。当因要煮食的时阵，甲咱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因将迄个甲伊烤咧，互伊迄个盐分伫迄个菜内底，互菜吸收，也是菜汤吸收，安尼。慢慢，即个盐分被附在伫迄石头顶面咧，就会安尼一直用，伊轻轻用，一丝一丝，也是讲，伊看伊迄个盐的成分情形，甲等落去伫迄个汤也好啦，也是菜也好啦，到拄好时阵，伊就赶紧甲摕起来，较袂伤咸。因着爱靠即个主妇，拄像咱的妈妈共款，拢会当安怎来杂互迄个物件会较袂遐咸安尼。即种带有盐分的石头，咱知影讲使用久，附伫顶面的即个盐分，有一天就会被用完。
咱爱有即种诶人物，咱才听会捌耶稣所讲迄个盐若失味诶迄个意思。因为伫咱诶经验中间，咱所使用来调味迄个盐，被放落去伫鼎底诶时阵，就要欢喜啊！伊互迄个水分来甲吸收去，互迄个菜色甲吸收去，所以你看袂到盐。但是伊并无失去伊的气味，伊就是安那去互迄个食物也种汤啦，甲伊扬去啦。所以迄个盐分就怎伫迄个汤啦菜的内底迄中间，伊若准讲无被吸收，迄个盐无扬去，安尼伊就是袂当帮衬迄个菜。安尼讲，迄就是无有种盐伫中间，所以伊爱将伊本身迄盐分好扬起安尼，就会当帮衬，会当互伊菜啦，甚至汤啦啥，拢会当安尼较好气味。第二项，咱继续来想，就是信徒就是盐。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对学生讲啥？恁是地上的盐。有关耶稣将学生甲譬如做盐的即种的教导，我来用使徒保罗所讲话来解说，咱就会比较较容易了解、较清楚、较快明白。使徒保罗安尼讲，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当拢变成新的。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拢是已经伫基督的内面，所以基督徒应该有基督的香味。所以盐就是基督的香味。什么是基督香味呢？今日我无讲伤济，分做两项来甲咱将我的心得。甲对上帝所领受的，来甲咱大家分享。头一项就是调味，将迄个味甲伊调得好好势。虽然讲今日人食了真较清淡吼，咱较无爱食重口味的，惊讲会安啦，会得着三高啦。这三高就是啥？血压高、胆固醇高，以及血糖高。这会甲咱人带来心脏病啦、腰子病啦、糖尿病啦，所以咱大家拢安那尽量食较少、食较轻的口味的，因为今日医生嘛也发现真济毋知啥物原因的病啦。就是啥？就是伫你食的物件中间，有诶抑阁爱食伤咸啦，爱食较重口味，结果就会迄种病。所以今仔日人尽量着啦，食较少油啦、少糖啦，甚至少盐，各种的即个食物，安尼才会当避免去得到即个三高。毋过你搁较安怎清淡较食较轻的。妈妈伫灶骹咧煮菜的时阵，要是袂当讲，因为都惊食盐分伤济，所以无爱放盐免得。你嘛是着爱，特别煮肉啦、煎鱼仔啦，还是着爱甲撒一寡盐落去。有人想讲无用豆油来代替，豆油内底嘛是有盐。伫咱大家的日常生活的中间，盐是袂当减少的。伊的调味功能，互食物会当更加搁较可口好食。伊会将鼎内底迄个食物，甲伊调理甲非常的好势，非常的可口好味。若是讲无甲放一撮盐落去你食起来就是感觉讲怪怪呢。今仔即个菜也是即个肉，奇怪呢，毋知敢若欠啥物货啦，食着就是感觉怪怪。所以咱就讲，你若是无甲放盐落去的时阵，迄个味道就是不对劲。
你就吞袂落去啦。耶稣安尼讲吼，恁的内面应该有盐，也大家着三和好。这个调味的功能，就是耶稣所讲，互人和平。耶稣讲吼，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称做上帝的囝。啊，这个和平，毋是强迫性的和平啊，毋是讲吼，大家拢着听我，用我的意见做准，啊，只有我讲的才算数。毋是，乃是用上帝的听做出路点，用主的教示做准则。每一个人拢真欢喜甘愿来遵守上帝的旨意，毋是以自我做中心。拄像使徒保罗所讲的，所以若伫基督有甚物劝勉，还是甚物仁爱的安慰，还是有圣神的甚物交通，还是有甚物慈悲怜悯，恁着互我的欢喜充满。就是当心志、当仁爱、心神和合、心志专一，凡事无得为着结党，还是为着空空的眼光来做，独独大家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伫本身。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耶稣既然讲信徒是地上盐，咱问看觅呢？咱有互人和平无？伫咱所徛起的社区、工作场所，以及所参与的团体，还是啥物社团内底，是毋是因为咱伫迄中间就互人安尼三甲做伙互动时的时阵是彼此用和平咧相处？咱教兄姊妹是毋是彼此相听，和睦相处？互来到咱教会人觉得真温和，感觉讲真温暖，敢若像共一家人共款。信徒若是和睦相处，毋若使徒保罗欢喜会当满足，主耶稣搁较是得到满足。第二点就是牺牲。当盐被使用的时阵，伊就无去啊，你看袂到伊啊。伊虽然有咸味，通过汤啦，通过菜互你食出来，毋管啦，你无看到伊，伊消失去啊。盐牺牲了伊家己，互食物变得美味可口。盐互家己被食物吸收去，却调好了食物的口味。若一个放入去迄个盐，若一个放入去伫鼎内底，即个盐无被吸收去，无养伫迄个菜汤的内底，嘛无养伫迄个食物内底。这是真常见的现象啦。咱可能拢有即种经验。当你安尼咧啉汤，还是讲咧食菜的时阵，你食到半中途，忽然间去捕着一碗足咸的，就是无养去，迄个盐无养去，你一定吞袂落去啦。对这种情形，你的反应是啥物？只有甲呸出来尔，袂吞落去啦。盐必须被养去，盐必须都要牺牲家己。耶稣捌讲吼，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日日行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既然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总是既然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的，得要救伊。佮安尼讲，我实实甲恁讲，一个马若无落伫地里来死，就有缘一粒若定死，就结实济济。听家己的性命的，就丧失去怨恨家己的性命，伫即世间的，的确无依到永活。耶稣基督都诚肉体，诚做一个人来到咱即个世界，为着要救赎即个世上的正罪人，
伊甘心乐意被钉死伫十字架顶，拄像旧约时代迄个祭物爱被杀死，甲献伫迄个祭坛的顶面，用火甲烧去。耶稣牺牲了伊家己的性命，完成了上帝拯救世上正罪人的计划，互一切相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倒会当得到永活。为着主的名，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教会的兴旺，有啥人肯牺牲嘛？咱肯看无家己嘛？咱就亲像使徒保罗所讲，独独大家用谦逊的心，看别人较赢伫本身。恁逐人无得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伫基督会中间，咱常常真热心，安尼为着咱兄弟姊妹有啥物代志，为着真迫切来祈祷。望讲伊的代志会当上帝甲伊帮忙，甲伊解决。伫中间，我有发现，咱兄弟姊妹咧祈祷时阵，真迫切，一直为着啥物人的代志祈祷，一直为着啥物人厝里发生啥物代志祈祷。但咱咧一直拢为着别人伫遐，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咱有真侪时阵，真正为着别人，为着咱兄弟，为着咱姊妹，为着因所需要。伫遐来代替因祈祷，却从来无为着家己的代志，伫遐开喙来祈祷。我毋知恁是毋是有即种现象？你祈祷为着别人祈祷，较少为着家己。我感觉这是真好。咱是顾着别人的事，毋是只有顾家己的事，这就是牺牲。第三，失味的盐。耶稣讲吼，盐若煞失味，要用什么复到伊的味？也袂落远直，也袂落肥直，也袂放伫，只有放伫外面。根据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讲啥？讲盐若失味，要用什么互伊咸咧？后来无路用，不过是迄伫外面，互人吞打拿定。用耶稣迄个时代的情况来讲，失味的盐只不过是一粒石头啦，因为遐徛伫顶面迄顶的迄个盐拢无去啊，所以剩一粒石头。伊已经变做啥物？无任何的用途啦。伊并毋是土壤毋是土壤，所以袂当甲用伫田里。田里只会当野种子，也是讲种3款的食物，连杂草都爱将伊对田里甲除掉，何况是石头？伊嘛毋是肥料，所以嘛袂用甲当作肥料。硬扁扁的迄石头，堆伫个粪扫堆的所在，放搁较久嘛袂变做肥料。所以耶稣讲不过迄伫外面，互人吞打。也就是讲失落盐味的石头，已经无任何用途啦，已经拢无啥款价值，只会当等伫外面，等伫路边，出在人对遐过吞打打。失味的盐，个正确来讲，应该就是失了盐味的石头啦，是指已经无盐分的石头。这是指什么来讲呢？是指失去基督香味的基督徒，是指无基督生命的基督徒，是指无美好干净的基督徒，是指无顶头生的信徒啦。我来甲咱分享刊登伫更新周刊咱逐礼拜都去更新周刊。内底的一个故事，来甲咱分享。有一位真热心的一个主内的姊妹，爱伫教会呢足认真，嘛参与伫咧传福音的事工，所以伫教会做人真重要，诚做教会长老。毋过
伊厝里的人许从来都毋肯讲来教会参与迄个教会的聚会，伊就是毋愿意来伫教会参加礼拜。简单讲就是啥，伊毋愿意对即个姊妹做伙去伫教会来相信耶稣来参加礼拜安尼。啊，即个代志吼，即个姊妹即个长老吼，感觉足烦的。是安怎？阮厝里人拢毋甲我来去教会做礼拜，来信耶稣。啊，我安尼伫教会咧参加即个布道所啥代志，安尼无啥真无用。我足认真咧，毋则人选我做长老。啊，阮厝里人，阮翁啦，阮囝啦，媳妇，就是叫袂来。较安怎讲就毋来，伊啊心内足艰苦。啊，所以吼，捌一摆吼，伊就咧想，迄牧师吼来甲请教，啊，请伊来甲阮兜，对阮翁啦吼，对阮囝我媳妇来传讲，劝因来信耶稣。啊，讲做一摆，后来牧师就甲答应伊要求。对安尼吼，有一天教会迄个聚会结束了后，就对伊倒转去因兜。啊，这一心的姊妹做长老就咧。门是开入到内底了后，花拢无人。当时啊吼，拢闭起来。这个长就大细声吼讲，紧出来哦，这个人啊，我带牧师来啊，你拢无出来看卖啊咧？啊，牧师安尼，甲伊去了，看着讲，伊伫教会一个形，甲伊倒来伫厝的形，拢无共款。即个长老叫因翁、叫因囝、叫因媳妇，紧出来拢叫出来，因为即妈妈吼诚歹，大细声戏戏叫咧。当因翁出来，当因囝甲媳妇出来，就伫咧牧师的面头前，伫遐大细声讲因翁安怎拄安怎，讲因囝安怎，媳妇安怎，叫人赶紧出来，来看牧师，来甲牧师讲话。啊，这个人吼，互伊叫出来了，实在是心内足毋甘愿啦。啊，佫看着牧师嘛歹势，总是吼，心内有一种真无欢喜的感觉。后来这个牧师就详细甲观察，啊，就问因丈夫，讲啊，恁哪无爱甲恁太太来教会做礼拜来信耶稣？伊讲吼，你拢毋知，阮某吼脾气偌歹咧呢。你看遐大细声，阮无人吼会当啊抵挡伊啦，赞袂牢啦。啊，伊吼真正互阮受不了呢。大细声，无一个人会当赢过。你讲，我哪会去相信即种人所咧信的耶稣咧？我甲看到伊就我要惊死。后来这牧师就问伊的囝，问伊的媳妇，因两吼拢回答讲，妈妈吼太强势啦，一点点仔参详一点都无啦。啊，我拢已经中大成人啊。还佫甲阮当作囡仔看待。我捌看过类似即款的信徒，我毋知恁捌看过无？即种信徒安怎呢？伫教会中间做执事，因为迄间教会毋是长老教会，所以无长老啦，就只有执事尔。伊伫迄中间，甲即个牧师就甲即个丈夫讲，阮即个某脾气诚歹，连我都拢常常互伊安尼骂惨落去啦，我足艰苦诶，毋知要安怎办。即个我咧讲即个执事。伫教会做几落10年执事，伊的某
伊的囝、查某囝，嘛连甲一个都无搭骹，就到教会内底。我安尼咧观察，因兜我嘛有去过，伫因厝呢，你闻袂着基督香味。啊，即个执事嘛真颠簸伊家己伫教会做遐尼济年的执事，毋知做偌济教会的事工咧，掠这做员工。但是吼，厝呢连甲一个人入来伫教会都无。啊，我嘛捌安尼看因的囝儿，总是吼，因拢毋敢甲我讲话，可能惊我伫遐问咧伤济厝呢的代志。啊，因厝的人真正连甲一个都无愿意倒来教会信耶稣。另外有一个姊妹，你佫讲另外一个人，即个姊妹吼，真爱安尼乱讲话，可能咱拢会去拄着，对嘛讲，毋对嘛讲，甚至吼批评即个人去嫌迄个人，连牧师嘛拢互伊批评过去。意思讲吼，捌有姊妹共伫咧教会，就对伊讲，真清楚对伊讲，你毋通遮尔够批评人啊！你若搁安尼批评即人批评迄人吼，我也袂过来恁即间教会做礼拜。我以后就是无过来恁遮。即个人，即个姊妹，伊厝内人嘛无够一个对伊来教会。即种失去谦卑的石头，即种无干净、无基督的香味的基督徒，是今仔日教会咧传福音的半骹石啦、绊脚石，甚至讲吼，是互人无法度进入天国的绊脚石啦。耶稣安尼讲，也袂落残敌，也袂做肥敌。只有迄伫外面，耶稣讲啥？伫外头啥？互人吞踏，无路用，无价值，因为伊毋是土壤，搁较毋是肥料，是无用途的废弃物，只好等伫外面的所在，出来人吞踏。咱讲任风吹，任雨打啦。我那个自生自灭，无好行为的基督徒，无基督生命的基督徒，无干净好的行为，无基督生命的基督徒，无顶头生，无干净，即种无好行为的基督徒，无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上帝无爱治呢，莫想讲，哦，我拢足热心来去做礼拜。耶稣讲这是啥？无路用的。若伊家己袂当入天国，佫人要来，嘛有对伊缘故，拢无爱来。说使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啊，若无基督的香味，无迄个盐，啊，你安来教会做日子几落十年，到尾若死，啊，伊的去的所在，毋是天国哦，因为伊无有基督香味的时阵，天国无分，伊家己袂当进入到上帝国，伊会互等伫外面黑暗的所在，因。先做虽然讲遮尔济年，最后结局若是安尼，就是伫等伫外面的所在，安尼敢是真悲哀咧。不过，真通安慰啦。我嘛有看过无有失去迄个咸味的盐，即种适度吼，我讲伊足可取的。有一个姊妹，伊所交往的男朋友。是未信主的，啊，总是伊吼，甲伊交陪了，
就真努力带领伊来教会。啊，伊这男朋友看嘛看到伊真好诶行为，对来教会，少都会去。安尼几落年经过了后，因这男朋友就洗礼，感觉讲信耶稣真好啊，啊，就洗礼来成做主内兄姊妹，啊，然后才甲伊结婚。这个人即摆已经加入咱基督教会诶传道事工，伫一个地方教会伫遐做传道。哦，我知影了，我足欢喜。即种诶，就是无失去迄个甜味诶盐，是主所欢喜诶。因为啥啦？伊为主做了美好诶工作。佮继续来讲拄则迄个故事。即个牧师吼，知影讲即个原因，看了知影了，就甲即个长老、即个姊妹讲，恁厝里诶人吼，毋肯来信耶稣，关键就是你啦。因为吼，你伫因诶面前无美好诶行为，会当互因安尼吸引。伫你诶身上拢无发出基督香味，通好来吸引因，所以啊，因毋肯来教会信耶稣。你应该着爱伫做面前忏悔、承认你诶罪，并且悔改认罪。经过牧师安尼甲伊点醒、甲劝勉了后，这个姊妹吼，到尾着看伊讲，哎呀！原来我就是迄个失味的盐啦，是厝里的人信耶稣的半骹石，所以伊就伫厝里的人面前勇敢来认错。对伫安尼，即个牧师就调集因厝里即个人，做伙跪落去，三个伫遐来祈祷，是认罪祈祷，是悔改的祈祷，后来。经过安尼了，因全家的人拢归主，伊甲伊厝里人拢做伙来教会来敬拜上帝，诚做无有失味的盐。恁兄姊妹，耶稣最后讲，有耳孔通听的就听，你我拢有两个耳孔，会当伫咧来听。所以咱应该着好好听，详细听，佮着爱接受耶稣的教示。佮较重要就是爱记伫你的心内，毋是正面的耳仔入去，倒面耳仔出去。讲道牧师你咧讲，听着在我敬的。你若要敬你爱听的，你着会诚做一个失味的盐。咱应该着爱好好将所领受圣经的教示放伫心内，伫生活中间甲行出来，互你吼，毋但无失去的盐味，搁较有基督香味，会当吸引人来归主。耶稣讲吼，囡仔笑我讲，主啊主啊的，无一进入天国，独独行我伫天里的爸子的这话，咱大家记得。主，我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当我要做罪人的时阵，你就互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世间，为着要拯救阮受钉死伫石顶啦，行迄个罪的祭物，阮会当对信耶稣通诚做上帝你的囝儿，是你所欢喜，袂为沉沦反倒要得到荣耀。恳求主上帝帮助阮。搁一遍伫你面前来省察，阮是毋是迄个失味的盐？直到甲阮做伙人袂爱来教会，求主帮助阮，开阮目睭，阮就来看见家己的现状，知影阮应该着安怎样来诚做一个你所欢喜的囝儿，通引带搁较侪人到伫你的面前，求主帮助阮。也继续带领阮头前路站，
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真感谢陈牧师对咱的勉励，咱即摆要来应答上帝的话。应答上帝的话，咱要来吟圣诗第181首。当心乌老天父，自然永活上帝，疼痛怜悯无穷无尽，照顾天顶地下。请咱起立来吟圣诗181首。请坐。下面咱要来奉献，请民兵执事甲伊啊。下面我要来报告，请咱献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因日是玉山新海医院的纪念主日，真感谢7星中会退休陈崇光牧师代表前来本会请安报告。咱本会业务署也代表玉成前往三镇埔教会。第二就是最近流行性的感冒也真严重，所以大家爱做好个人的防护，也建议若有感觉有感冒，也是抵抗力较差的兄弟，请来聚会时阵就爱戴口罩。第三就是星期五晚上查经，即马拢用美洲新眼光，请兄弟踊跃来出席。第四是要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请向牧师来报告伊哩安排。第五就是
礼拜5月25日主日礼拜的题目经文启应圣诗甲金句，咱家己来读。咱来看圣港侍奉的部分。圣港侍奉即礼拜的交代是社保祭甲所长老，插花是插花班，清扫我本人。后礼拜的讲道是叶牧师，书花是民兵执事，司琴是牧师娘，领唱是梁长老，出现是余阳执事甲我本人，交代是友来兄甲谢崇姐，插花是杨长老，清扫是素琴姐。咱来看奉献甲出席的部分，若有登台，请向我来更正。咱的聚会的活动，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主日是圣歌队练唱是8:45。礼拜5每周有新眼光的查经班是7点半。即礼拜要查的是约翰福音第14章23、19、29节。咱搁来看咱的本周的金句。我台语来读一解，咱来读2解。既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无一进入天国，独独惊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的才会。马太福音第7章第21节，请。既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无一进入天国，独独我伫天里的旨意才会。既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的，无一进入天国，独独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才会。马太福音。唯独遵行我父子之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第7章第21节。下面咱来互相请安。咱来念上元的信息第396首。当要散花，求主赐福，互阮心中上快乐。大家结连亲爱辅助，欢喜群底主骹步，底主骹步，底主骹步，经过旷野主带来。看，请咱记录来念。你去普天的福音，互万百姓先来受洗的要得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咱众人三个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的无情。
阿门。